Hello，大家好吗？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件 Renona 的刺绣上衣，它有两个颜色，然后就是可以看到，就是它是那个就是非常闪亮的羽毛，另外一个是白色，它那个做工非常的细致，我们都很喜欢。可以看到，就是里面的做工，就是缝线的部分也都缝得很好，穿起来非常有气质。对，我觉得这件外套它蛮适合出席一些重要的场合，或者是吃饭的时候。哦，就是它，就是虽然很简单，可是你可以看到，就是它的细节做的很好，所以你那个配饰都不用太多，就是它本身就自带一种闪亮感，但那个闪亮就是又有点低调对，化，它不会太夸张，对，很好看的。很意大利风。嗯，喜欢的话，帮我们加入购物车。